咁而家我哋見到公立醫院，特別係醫生嘅山頂醫院啊，或者係我哋衛生中心啊，咁其實呢醫生咧有自然嘅流失嘅。咁啊，佢哋都會有退休啊、年紀大啊，或者係都離職啊。咁有啲自然嘅流失嘅時候，現時佢哋如果流失咗之後，如果冇一啲新嘅醫生去補充，或者醫務人員去補充呢，而佢哋嘅工作壓力或者工作時間會越嚟越長。咁喺呢方面呢，希望可以司長介紹一下嚟緊嘅我哋對於一啲醫生流失咗之後，我哋嘅補充嘅人員嘅數量啊，令到我哋居民對醫療嘅佢哋嘅嗰個要求係越嚟越高，但係流失嘅數量可能咧都會唔少嘅。咁每年可能都有有冇3位數字嘅流失嘅？咁可能咁喺呢方面咧都希望司長介紹一下。咁睇翻過去10年啦，澳門整體咧平均每年提供40個專科培訓嘅一個名額。咁未來咧，我哋會繼續去恆常去開考，並且咧係會縮短開考嘅流程嘅。咁喺護士方面呢，我哋會依法開展護士嘅晉升啦。睇翻過去2年呢，我哋開展咗高級護士同埋護士長呢2個嘅晉級開考。咁而家目前呢，我哋衛生局咧醫生630人，護士1400人。喺過去5年啦，咁平均每年呢，包括離職同埋退休嘅人嘅比例咧係2.6%。咁呢個睇翻係所有嘅醫療體系嚟講都係相對低嘅，咁反映到我哋嘅團隊係穩定嘅。